正统罗里门圣母庙庙内热闹新馆是相当灵盛，到现在已经凑成6万外队应援。市府民政局甲圣母庙做伙举办单身联谊活动，就是希望透过热闹新馆的加持，替有缘人牵线，成就好姻缘。罗里门圣母庙的元老啊，会当讲是非常的灵验，敢有促成的良缘啊，来兴愿的，就要甲6万队安尼啊。直接大家因缘啊，阮罗里门嘛，啊，咁即个越南老人来当讲是非常的灵验，因为互人来遮大家求即个姻缘，会当互你找到好翁，啊嫁到好翁，啊娶到好某安尼，因啊存好心，做好事安尼。台湾的新生儿人数连续3档副省长，更是47档以来新生儿人数历史上低，成为国安危机。而解决方式之一，就是提高结婚率。台湾的这个国安危机呢，所以讲阮圣母庙为着咱的这个咱的后一代呢，所以讲特别要来办这个元老的这个姻缘啊，为婚联谊啊，希望啦，咱遮所有的青年朋友尽量来参加。今年圣母庙将姻缘殿大改造，高达10公尺 LED 墙面，已经成为完美拍卡景点。这次活动特别选定伫咧圣母庙热闹殿，主办单位也安排丰富多元的互动游戏甲节目，希望会当互参加者伫轻松快乐气氛当中，找到理想伴侣。这次只有120个名额，报名只到4月26号为止。只要是设籍伫咧台南市，或者是伫台南市就业，年龄25岁到45岁，也未结婚的单身男女，就会当报名参加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